香港作為美食天堂，吸引無數餐飲業者開設餐廳。想開餐廳，但係10幾個食牌，唔知道應該申請邊一個。今日我哋會為你簡介食牌種類、申請流程同注意事項。飲食牌照，俗稱食牌，大家可以按即將經營食物類型嚟揀牌照。最常見嘅係普通食肆牌照，大牌，適合一般餐廳，可以供客人堂食或者外賣。小食食肆牌照，細牌，適合賣魚蛋、糖水等小食。如果開網店賣蛋糕，要申請控制麵包餅食店牌照。想賣刺身壽司，就需要申請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。申請流程好簡單，確定食肆類型，揾合適店鋪，準備文件，遞交申請，再等審批。注意，申請大牌、細牌，店鋪要符合消防同衛生要求，通常需要有洗手間。想知道更多細節，例如費用或者所需文件，即刻到以下網址，仲可以聯繫美聯工商鋪專業代理，幫你揾理想店鋪，祝你開業順利，生意興隆。